高雄伫今年有26个商圈对拜六开始小连续有过年进行活动，不过即摆疫情有淡薄紧张，民众拢爱赶嘴暗，也袂当试食。亲像有三凤中街商圈即摆也拍算要出动，热影显示来甲民众帮体温。 阁有3礼拜就要过旧历年，高雄三凤中街有过年的气氛，嘛已经有人提早出来看年货，赶甲一大包。想说人比较少，哎，对，还是有点担心那个疫情。哎，对啊，所以口罩戴很好。即摆大人拢会提早买，讲袂爱甲人接做伙，哦嘿，拢会提早买。 为着要刺激消费，包括三凤中街在内26个商圈，对即礼拜六开始就有高雄过好年的活动。不过看到疫情有淡薄仔紧张，已经有确诊者来到高雄，店头家嘛真烦恼，因为袂当试食，加减就会影响到生意。另外，商圈嘛拍算加强防疫措施，一定爱挂口罩嘛吼，啊袂使试食。啊，阮嘛是要过来装热像仪，阮嘛会喷酒精互店家。 只要人客若来买物件，阮拢会喷酒精，较安全。即摆人潮恢复大概有一半啦。啊，看卖即个过年。经发局表示，去年因为五倍券甲高雄夜市券，大家商圈的收入都增加3成左右。今年拄到台湾灯会伫高雄，即个过年26个商圈准备真侪活动，希望继续带动消费甲买气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